2023年卷2第一題，呢題係關於一個漢堡包嘅烹飪遊戲，將會利用一條 Q 叫做 A 去儲存食材。首先有兩個變數，一個 L 係一個陣列，由1去到5有5個 element。第二個係 C 整數。舉個例子咧，當 C 等於2嘅時候，即係有2個 element。咁呢條 Q 有2個 operation， 第一個 NQ 就係加，第二個 DQ 就係移除減。咁我哋先睇第一個 operation 先，就係 NQ。當 A 係滿嘅時候，就會輸出 error， 否則我哋將啲 item 加落條 Q 裏面。咁個偽代碼點樣寫法呢？如果 C 大過或等於5，即係 Q full 啦，咁我哋會輸出個 error message。否則嘅話呢， LC 加1就等於 K。我哋會將要加入嘅 item K，例如魚、洋葱加落去呢一個地方，然後 C 就係 C 加1 B。咁我哋會睇第二個 operation DQ。假設 C 等於3，有3個 element 喺裏面 ，DQ A 之後 C 會等於2，咁於是會少咗個 element。咁因為 Q 係 first in first out， 咁所以第一個會離開，剩翻2個 element。跟住進一步我哋順序執行 DQA、NQA 芝士，再 NQA 牛肉同埋 DQA。咁首先 DQA 先啦，唔見咗一個先啦，咁跟住再加個芝士落去啦，加喺後邊，再加牛肉啦，再 DQ 個 A，第二個冇埋，結果呢就剩翻芝士同埋牛肉2個。第二，咁 DQ 呢個偽代碼點樣寫法呢？咁如果 C 等於0，咁你會輸出 MTQ error， 否則嘅話 J 等於1。由1開始，我哋會將所有 item 全部向前褪一格。首先 temp 等於 L1 呢個第一個 item 先記住先啦。咁最後我哋會 return 翻呢個 temp 俾人哋嘅，跟住將後邊嘅 item 全部向前褪一格。咁所以 J 等於1啦。咁每褪一次就 J 等於 J 加1。只要個 J 係細過 count 嘅話呢，就將佢向前褪一格。咁如果呢個係 LJ 嘅話呢，後邊呢個係 LJ 加1。咁所以將後邊嗰個等去前邊嗰個度，咁就係向前褪啦。咁最後呢，少咗個 element， 咁所以 C 係 C 減1，再 return 翻第一個 item 俾人哋。跟住下一步我哋加入一個 stack 叫做 S， 有2個 operation， 一個係 push 就將啲 item 加入去個 stack 裏面，另一個叫 flip 將成個 stack 頭尾調轉，例如好似呢個咁啦，最頂嘅去最底，最底嘅去最頂。另一個子程式叫做 Cook， 咁啊偽代碼呢，當 A 就係條 Q 唔係 empty 嘅話，我哋就會喺條 Q 度 DQ 一個，攞一個出嚟，然後 push 落個 S 嗰度，跟住將成個 stack 反轉佢，再 DQ 第二個 push 落個 stack 嗰度，再成個 stack 反轉佢。所以如果 Q 裏面有4個 element 嘅話，呢個會做4次。咁所以總括翻啦，我由個 stack 度將啲 element push 落個 stack 度，然後再將佢反轉。C1 假設我哋條 Q 係裝住4個 element， 執行咗 Cook A 之後，咁個結果個 stack 會係點呢？於是 while 個 A 係 non-empty 嘅話，我哋就會 DQ 一個放落個 stack 嗰度，跟住再將佢反轉，跟住我再 DQ 第二個 push 落個 stack 嗰度，然後再將佢反轉 ，DQ 第3個 push 落個 stack 度，再反轉，再 DQ 埋第4個。push 落個 stack 嗰度，再反轉，所以最後結果呢就係呢個嚟噶啦。第二，咁啱啱相反啦。如果執行咗 Cook A 之後，即係個結果個 stack 係咁嘅樣嘅話，咁佢原本嗰條 Q 係點嘅呢？咁咪做翻相反嘅嘢啦。呢度 flip S 啦。咁呢個係最後結果，我將佢 flip 翻轉頭，牛肉喺尾二變咗第2。咁啊睇翻個 stack 啦。呢個麵包就係佢最後 DQ 然後 push 落去嘅。咁所以呢個最尾。我將呢4個 item 抄翻過嚟啦，再將佢 flip 咗佢。呢個就係我哋由條 Q 度 DQ 出嚟，然後再 push 落個 stack 度噶啦。所以呢個麵包就係尾二嘅。我哋將呢3個抄翻過嚟，再 flip 一次。咁於是牛肉就係 DQ， 然後再 push 落去個 stack 度嘅。咁下一步我再將呢2個抄咗過嚟，跟住再 flip 一次。咁所以下一個呢就係番茄，咁剩翻嘅就係生菜啦。咁你可以再驗證翻啦，呢個第一個 DQ， 然後 push 落個 stack 度，所以生菜底啦，再將佢 flip， 再 push 第二個落嚟，然後再 flip 咗佢，再 push 第3個落嚟，再 flip 咗佢，咁最後結果呢就係呢個嚟噶啦。咁最後我睇下點樣去將成個 stack flip 咗佢啦，將成個 stack 頭尾反轉佢。咁個方法我哋會用到第二條 Q 叫做 B 嘅，或者叫 R 嘅。咁於是我哋左邊有個 stack 有4個 item 啦，咁而右邊有條 Q 係 empty 嘅，我哋會 pop S， 然後 NQB
連續做3次，咁結果會點呢？首先 pop 第一個先啦，然後 NQ 落個 B 度啦，再 pop 第二個 NQ 落個 B 度啦，再 pop 第三個，咁於是結果呢，新嗰條 Q 有3個 item，咁而原本嘅 stack S 呢，就剩翻1個 item。咁我知道 stack 係 last in first out 嘅，咁而 Q 呢，就 first in first out 嘅，啱相反嘅。咁只要我將所有 item 由個 stack 度搬晒過個 Q 度，再搬翻過個 stack 度，個 stack 裏面嘅 item 就會反轉晒噶啦。咁所以個偽代碼點樣寫法呢？就係 while 個 S 就係我哋嘅 stack 係 non-empty 嘅話呢，我就會 pop S and QB， 即係呢個 operation。所有 item 做完晒之後呢，我就調翻轉啦。咁當個 B 佢嗰條 Q 係 non-empty 嘅話呢，我哋就 DQB 就 push S。咁將 item 全部搬翻晒過個 stack 嗰度，咁佢就會反轉噶啦。